各位朋友，歡迎嚟到越聽越順心。節假日之後，屋企大門關上嗰一刻嘅安靜，變成了好多老人家最害怕面對嘅冷清。仔女帶埋家小，熱熱鬧鬧咁吃完飯，一到晚上9點多，可能就會一邊穿鞋一邊同你講：媽，我哋先返去啦，聽日細路仲要返學，你到酒店休息，唔使送啦。大門輕輕關上，客廳入面只剩低桌上冷掉嘅飯菜和孤零零內坐在沙發上嘅你。剛才屋企有多熱鬧，現在嘅冷清就有多刺骨。你看着空落落、沒有一點聲音嘅屋，那種被世界拋棄，甚至覺得自己變無用嘅孤獨感，會瞬間將你吞噬。你想打個電話俾仔女，聽聽他們嘅聲音，但係你看住手機熒幕上他們忙碌嘅頭像，一想到他們聽日還要起早返工，還要輔導細路功課，你又默默把手機放低。你同自己講：算啦，我唔好去打擾佢哋，仔女有自己嘅生活。今日想請大家同我一齊，在心裏認認真真咁想一想，當老伴先走一步，仔女各忙各嘅時候，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病倒，躺在冷冰冰、充滿藥水味嘅病房入面，那一刻，在黑暗同無助入面，你個願意風雨無阻，提着熱湯跑嚟病床前，緊緊拉着你手，陪你聊起小時候趣事，陪你渡過難關嘅人，到底會係邊個？好多老人家以為仔女一定是我們晚年最後也是唯一嘅依靠，但係現實嘅因果卻在無聲地告訴我們一個極其溫暖也最容易被我們忽視嘅真相。當你行到生命嘅後半程，父母走咯，老伴不在咯，仔女忙得抽唔開身，你個真正能好你無私溫暖，陪你安靜老去，甚至成為你晚年救命稻草嘅人，其實是那個流着相同血液被你冷落了多年嘅親生兄弟姊妹。為了幫大家參透這段塵世間最珍貴也最讓人釋懷嘅手足因果，等我哋一齊重溫傳奇國學學者岑日飛先生嘅生命哲學。岑日飛先生一生雖然坐喺輪椅上面，卻用一種最溫和、最超脫嘅旁觀者視角，看透了無數個家庭嘅興衰與冷暖。佢竟然已經數十年，對於手足之間嘅血脈磁場有着極其深刻嘅體悟，已經大智慧一早開示過我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兄弟姊妹是同一個根部生長出嚟嘅枝葉，年輕時我們為了生活奔波，為了利益衝突，甚至為了父母嘅財產分配，為了贍養老人嘅付出不均，可能有過爭吵，有過嫌隙，甚至漸漸變得冷淡，老死不相往來。但係當歲月無情剝落，父母走啦，我們也老啦，頭髮變白嘅時候，那份最原始、最純淨嘅血脈共鳴，會在生命嘅盡頭重新被喚醒。聽到呢度，如果你係曾經因為手足之間嘅陳年怨恨，因為幾十年前嘅家產爭吵而感到一絲遺憾，或者在這個安靜嘅深夜，對這份血濃於水嘅溫暖心生共鳴，不妨先點個讚，等平台將呢份溫和治癒嘅大智慧推薦給更多正在尋求親情釋懷嘅老友記。同時也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最真實嘅想法。你同你嘅兄弟姊妹有多久沒有好好坐低喝杯茶傾過偈啦？你們之間係咪也曾因為一些陳年舊賬而漸漸形同陌路？你哋每一次傾訴同點讚都在凝聚一份心安嘅力量下面，等我哋一齊靜下心嚟，跟隨飛哥嘅足跡，用易經對卦嘅智慧去解開手足之間嘅恩怨。飛哥在講授易經時，曾經用一個大自然入面同根樹嘅比喻嚟解釋這種微妙嘅手足因果。兄弟姊妹
就像是並排生長嘅兩棵同根樹，在春天和夏天，也就是我們年青氣盛、拼命奮鬥嘅季節，我們為了爭奪陽光、爭奪雨露、爭奪土壤入面嘅養分，這就像世俗入面嘅事業、名利、房產，我們會拼命向外生長，枝葉互相碰撞摩擦，甚至會覺得對方擋住了自己嘅陽光，產生了無數嘅爭執同嫌隙。但係當冬天來臨，也就是我們雙雙老去，肉體開始剝落，樹葉掉光嘅時候，這兩棵大樹會突然驚覺，原來在寒冷無情嘅地底深處，它們嘅根部是一早緊緊纏繞在一齊，同氣相求嘅。當寒風吹嚟，暴雪更連，那些外面嘅枝葉果實都無法保護你，唯有這條同根而生嘅血脈根部會在黑暗嘅地底深處死死拉住你，不讓你倒下。有位老人家，我哋叫佢做強叔，強叔今年65歲，性格好強，好面子，喺佢心入面一直埋藏着一個結。20年前，強叔嘅父母相繼離世，喺處理父母後事同分配老屋遺產嘅時候，強叔同佢嘅大姐秀姐發生了極其激烈嘅爭吵。秀姐覺得強叔拿到父母生前偷偷留低嘅存款，做事不公。強叔則埋怨大姐在父母生病期間推三阻四，沒有盡到照顧嘅責任。兩人在父母嘅靈堂前嘈到面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強叔當時氣急敗壞，對着大姐吼了一句：我呢世都當冇你呢個家姐，從此以後你行你嘅陽關道，我過我嘅獨木橋，我們老死不相往來。這句狠話像一把無情嘅鐵鎖，將這段手足親情生鎖死了20年。這20年間，哪怕逢年過節，他們也從來不打電話，甚至在街上碰見，也會當作不認識一樣擦肩而過。強叔以為自己有仔女有工作，這輩子都不需要大姐，但係人到晚年，命運嘅風雨說嚟就嚟。半年前，強叔嘅老伴因為生梗突然撒手人寰，屋子裏只剩下他一個人。更不幸嘅是，在老伴走後不到3個月，一個寒冷嘅清晨，強叔想起床，卻發現自己半邊身體動彈不得，說話也變得含糊不清，只剩腦梗，也就是中風。他被鄰居緊急送進了醫院。搶救過嚟後，強叔半邊身體癱瘓在床，他孤零零地躺在雪白嘅病房入面，看着點滴一啲啲落下嚟。他用那隻還能活動嘅手，顫巍巍咁給遠在上海工作嘅獨生仔打電話。兒子一聽在電話那頭也慌了，但因為工作緊要出差，爸，對唔住啊，我這幾天實在請唔到假，我先過數1萬塊給夠你請個最好嘅護工，我下個禮拜一定抽時間會讓你電話掛斷。病房入面再次陷入了死一般嘅安靜，看着周圍那些有仔女陪伴熱熱鬧鬧嘅病床，再看着自己空蕩蕩冷冰冰嘅床尾，強叔呢一刻內心無比悲涼。他突然明白，仔女再出色，他們也有自己嘅生活和壓力，無法時時刻刻守在自己床前。就在強叔心灰意冷，甚至流下眼淚嘅時候，下午重進病房嘅大門被輕輕推開了，一個滿頭白髮、身形瘦弱，甚至因為嚴重嘅關節炎而走路一瘸一拐嘅老婦人吃力咁走了進來，他懷裏緊緊抱着一個有些褪色嘅保溫壺。強叔轉過頭，當他看清來人嘅時候，整個人都呆住了。是20年沒有說過一句話的大姐秀姐，今年已經70歲了。她住在於城市嘅另一端，轉咗2趟地鐵，坐1個多鐘頭嘅巴士，才一瘸一拐咁摸索到這間病房。秀姐走到病床前，看着昔日無比又強
如今卻嘴角歪斜，虛弱不堪嘅弟弟，眼淚瞬間奪眶而出。他沒有提起20年前那棟老屋，沒有提過那筆交錢不清嘅存款，也沒有半點責怪和抱怨。他只是出力咁擰開保溫壺，倒出一碗還在冒着熱氣、飄着清香嘅青木瓜花生魚湯。小姐用條羹舀起一小壺，輕輕吹涼，送到強叔嘴邊。他像小時候照顧強叔一樣，聲音無比溫柔，也無比顫抖。阿弟，唔好驚，家姐喺度，一切都會好起嚟嘅。呢些瞬間，強叔看着大姐花白嘅頭髮，嚐着那碗熟悉溫暖嘅魚湯，20年嚟築起嘅冰牆，在這一瞬間徹底融化成了一汪銀淚。強叔哭得像個細路，用那只不聽使喚嘅手緊緊抓住大姐嘅衣角。兄弟姊妹是這個世界上除了父母，唯一見證過你童年、見證過你最純真模樣嘅人。當老伴先走一步，仔女各忙各嘅，在晚年最嚴酷嘅生命冬天裏，那份流着相同血液，勿需要任何防備同利益交換嘅手足之情，才是你晚年最保命、最溫暖嘅救命稻草。這就是飛哥叮囑我哋要參透嘅第一重家庭因果。聽完強叔同秀姐嘅故事，好多人內心深處可能在感到溫暖嘅同時，也會有一絲疑惑。點解兩個人明明流咗相同嘅血，年輕時卻會仇人，老老卻能一碗熱湯相逢一笑？點解放低幾十年嘅恩怨，會是老人家晚年最頂級嘅積福？為了解開這個人情冷暖嘅終極密碼，等我哋一齊翻開易經第58卦兌卦兌為澤兌卦嘅卦象，上面係代表水澤華婆嘅兌卦，下面也係兌卦兩水相疊，即就叫做兩澤相禮。禮喺古漢語入面係互相依附、互相滋潤、互相對望嘅意思。大地上有兩個相連嘅湖泊，每當旱季來臨，湖水即將乾涸嘅時候，這兩個湖泊會通過地底下無形嘅水道互相輸送水分，互相滋潤，讓彼此都唔會乾枯。這就叫做兩澤相禮君子，以朋友更澤。飛哥在鑽研易經時，曾經對兌卦有過非常精妙也最有人情味嘅解讀。佢話兌卦代表嘅是喜悅、和解、交流與雙向嘅滋潤。人到晚年，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成了那兩個在寒冬入面即將乾涸嘅湖泊。我們嘅老伴會先走，我們嘅仔女有自己嘅生活，我們嘅身體就係一天天衰落。這個時候，如果你死關閉心門，固執地抱着幾十年前嘅怨恨不放，你這個湖泊好快就會在孤獨同內耗中徹底乾涸枯萎。而只有當你可去了放低執念，與流着相同血液嘅兄弟姊妹雙向對望、互相滋潤嘅時候，你才能在生命嘅旱季裏重新獲得源源不斷嘅生命泉水。這就是易經兌卦留給我們手足和解嘅最高智慧。好多老人家之所以不願意放手，是因為心入面那好似咽唔下。你可能會覺得當年父母偏心，把老屋留給了弟弟，或者當年大姐說了那麼多難聽嘅話，如果我現在主動低頭，主動去求和，我不就成了認輸，向他妥協了？我意思又強，我點可能丟這個面子？但係飛哥生前常常溫和地開導世人和解，從來唔係為了原諒對方，而係為了放過你自己，解放你自己嘅心靈。易經綱卦講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兄弟姊妹之間嘅恩怨之所以比外人嘅傷害更痛，是因為你對他有着最高嘅期望。當期望落空，愛就變成了最深嘅冤。你把這口冤氣在心打裏裝了10年、20年，你每日一想到這件事就肝氣鬱結，
血壓上升，內心充滿了負面嘅磁場。你以為你在用冷漠去懲罰對方，但實際上你正喺度用別人當年生氣犯下嘅錯嚟天天懲罰折磨你自己嘅身體，怨結不解，心靈不通。在意見看來，這種長期積壓在心底裏嘅怨氣，是晚年最折損福氣、最傷害健康嘅毒藥。你天天吃最好嘅人參，做最好嘅運動，都補不回你因為怨恨而流失掉嘅生命元氣。當你過度執着於當年嘅對錯時，你嘅面容會變得尖酸，你嘅氣場會變得陰暗，這會嚴重折損你晚年嘅福報，趕走你身邊嘅貴人，甚至會把仔女都推得遠遠嘅。而當你學會了放低，主動去撥通那一個破冰嘅電話，或者盛一碗熱湯送到對方床前，這並非代表你承認當年是自己錯了，而是代表之我老了，我學明白了，我這具日漸老去、寶貴無比嘅身體，不再去為20年前嘅幾萬塊錢或者幾句口角去充當情緒嘅垃圾桶。我放低怨恨，是為了讓我自己嘅晚年獲得神清氣爽，獲得心安理得。兄弟姊妹之間流着同一個父親和母親嘅血液，裏面嘅基因，裏面童年嘅記憶，是這個世界上最神奇也最不可磨滅嘅時間紐帶。當你與手足達成和解，兩澤相禮，你們體內嗰份最原始、最純淨嘅血脈磁場，就會重新接通這份和諧喜悅嘅同氣相求，會瞬間淨化你整個人嘅生命氣場，你嘅內心會變得安詳，你嘅笑容會變得明朗。這種祥和無怨嘅氣場，才是老人家晚年最頂級、最保命嘅養生修行。所以學會放低幾十年嘅執念，不要等到生命嘅盡頭才去後悔當年沒有拉住手足嘅手。在漫長而又短暫嘅人生旅途中，我們能成為手足，本就是百世修嚟嘅奇妙因果。放低恩怨，用溫暖滋潤彼此，你嘅晚年氣場才會迎嚟最圓滿、最清淨嘅福報。這就是飛哥叮囑老人家一定要參透嘅第二重家庭因果。其實這只是看透世事規律、精研義理嘅國學大師，在面對最真實嘅親情與手足關係時，也同樣需要極大嘅智慧去經營同安頓。岑日飛先生生前在佢寫下嘅無數暖心文字和分享入面，曾經多次真誠地談起過自己同兄弟姊妹之間嘅相處。飛哥自幼生長在一個動盪嘅年代，20歲那年突然遭遇大病，雙腿癱瘓，這對他嘅整個人生嚟說是一場毀滅性嘅打擊。但係在那個最艱難嘅時期時，他嘅兄弟姊妹默默守護在側，陪他度過了人生最黑暗、最絕望嘅轉折期。正因為經歷過這段風雨同舟，飛哥對手足之情有着比普通人更深刻也更通透嘅體悟。他深知手足之情雖然珍貴，但係到了晚年，大家都有了各自嘅配偶、仔女與家庭關係，也會變得無比微妙和脆弱。如果沒有智慧去經營好端端嘅手足，也極易變成最痛嘅冤家。飛哥生前曾為所有老人家留下過與手足相處、安頓親情嘅3個黃金智慧。第一個智慧叫做不提往事，保持高貴嘅健忘。老人家最容易犯嘅一個錯誤，就是一見面就喜歡翻幾十年前嘅舊賬。比如當年分家產時，你多拿了你部電視機；當年父母生病，是我伺候得多，你付出得少。這些陳年舊賬就像是對發霉腐爛嘅垃圾，每當你翻一次，就等於是把這袋垃圾倒在飯桌上，散發出難聞嘅氣味，將原本溫馨嘅聚會徹底分得惡臭無比。飛哥說，
晚年手足相聚，要獲許高貴嘅健忘，放低過去嘅恩怨，原諒當年因為年輕、因為無知而犯下嘅錯。大家都已經是滿頭白髮，看住夕陽嘅老人家生命，剩下嘅時間已經不多，何必還要背着沉重嘅垃圾袋？走路不翻舊賬才是大智。第二個智慧叫做不求回報，給予單純嘅關懷。在人際關係入面，最容易讓人心寒嘅，就是等價交換嘅交易思維。有些人嘅兄弟姊妹打個電話，送一碗湯，心裏就會暗暗盤算，我今日對你這麼好，你過幾天如果不回報我，你就是沒良心。這種帶着索取和條件嘅付出，本質上不是愛，而是一場情感綁架。飛哥告誡世人，手足相處，越是到了晚年，越要純粹去探望。姐姐送一籃新鮮水果，只是因為你想看他高興，不求他回報你任何東西。打個電話給弟弟，聽聽他嘅聲音，不帶任何利益，期待這種乾淨不求回報嘅關懷，最冇壓力，也最容易滋潤手足嘅心田。第三個智慧叫做彼此尊重，保持舒適嘅邊界，這也就是易經對卦所講嘅兩澤相離、兩面相連嘅湖泊，又互相滋潤，但絕對不能合二為一。如果你越界去干涉對方嘅家事，比如插手弟弟家仔女嘅婚姻，插手姐姐家嘅財產，或者自作主張在對方家裏指手畫腳，這種毫無邊界嘅越位只會帶嚟摩擦、反感同無盡嘅內耗。飛哥生前與他的兄弟姊妹相處，一直保持着這種無比舒適、高度獨立嘅邊界。他們從不進行利益上嘅糾纏，也絕不插手對方家庭嘅內部決策。但係每當相聚，他們不談錢財，不聊焦慮，只是安安靜靜坐在一起喝一杯清茶。他們會聊起小時候住過嘅那一條老街，聊起母親當年做過嘅那一碗熱騰騰嘅雞湯，聊起童年時一起捉迷藏嘅趣事。呢一刻，這群滿頭白髮在紅塵中飽經滄桑嘅老人家龐叔，又變回個幾十年前在同一個屋檐下跑來跑去天真無邪嘅細路。這就是手足情深最美妙最珍貴嘅地方。在這個世界上，老伴會先走一步，仔女有自己嘅生活要忙，唯有兄弟姊妹是和你分享過共同童年記憶、流着相同血液嘅人。守住邊界，放低執念，用純粹與尊重嘅態度去擁抱你嘅手足，你才能在萬年嘅風雨中擁有那份最溫暖也最保命嘅生命依託。這就是飛哥留給全天下所有老人家最溫柔也最睿智嘅手足和解之道。所以易經大智慧常常溫和咁勸導所有老人家，晚年最要緊嘅修行就係學識放低手足之間嘅情執，安頓好自己老去嘅靈魂。好多老人家在面對兄弟姊妹嘅疏離冷淡甚至背叛時，之所以會感到無盡嘅痛苦與不甘，本質上唔係因為利益上嘅損失，而係因為內心深處呢種深深嘅執念。我哋習慣你從小到大即係同一個屋檐下同遭示範嘅親密，我哋習慣你用血濃於水這四個字去要求手足必須無條件體貼自己、理解自己。當有一天父母走老，兄弟姊妹各奔東西，在利益面前露出計較、自私甚至冷漠嘅一面時，我們嘅信念崩塌了。我們一邊流着眼淚，一邊問：為什麼我們同生共死嘅手足會變成家陣咁樣？在這種情執嘅折磨之下，我們開始拼命去糾纏，去用怒道、用指責，甚至用自我感動嘅道德綁架，試圖留住嗰份已經逝去嘅親密。但係易經同人卦嘅智慧一早就點醒你，
我們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萬物相通，有聚必有散，有合必有分，這是不以人嘅意志為轉移嘅宇宙常理。兄弟姊妹之間雖然流着同一個源頭嘅血，但係行到人生嘅後半程，每個人都成咗獨立嘅個體，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配偶、自己嘅仔女，自己要面對嘅人生考驗。你作為手足，無法替他去行他嘅路，他也無法替你承擔你嘅苦。這在國學智慧入面就叫做各人因果各人苦。如果你的手足晚年自私貪婪，或者對你冷漠無情，那是他自己要承擔嘅人生業障。你作為長輩或同輩，不需要去強求他改變，更不需要用他嘅錯嚟天天懲罰折磨你自己嘅身體。強求手足像童年一樣親密無間，本質上是一場傷人傷己嘅。若為飛哥用他那坐在輪椅上81載嘅傳奇人生，給了全天下所有老人家最溫柔也最真實嘅啟示。他雖然一生肉體嚴重受限，但他從來沒有被任何關係嘅執念所困住。他把手足朋友子女嘅因果看得無比通透。他曾經在生前最後嘅專欄文章入面寫下了5個字，叫做福向淡中求。這5個字其實就是他用一生嘅風雨同親情考驗，留給我們晚年安頓親情、修復健康最深切嘅藥方。飛哥喺文章度寫到，以一顆平常心平淡做人，淡然而來，淡然而去，喺庭前花開花落，隨天上雲捲雲舒，怡然自得，正是淡趣。這段充滿智慧嘅話，其實就是對我哋晚年手足關係最好嘅啟示。晚年手足相處最高級嘅智慧，就是一個淡字。淡是淡然，是平淡，是學會把手足當成普通嘅親戚，客客氣氣，有理有節。當你不再試圖去控制、去依賴、去用道德標準去綁架手足時，你體內那份因為怨恨而流失嘅元氣就會重新聚攏回來。你每天開開朗朗咁過自己嘅日子，去喝一杯淡淡嘅清茶，去親近大自然嘅雲捲雲舒，學會適當地扮糊塗，不爭對錯，學會守住嘴，不留鬥，不抱怨。這時候奇妙嘅事情反而會發生。當你學會了安靜退場，給彼此留出舒適尊重嘅邊界時，兄弟姊妹反而會因為沒有啲情感債務與道德綁架嘅壓迫，而在內心深處重新喚起對你嘅思念同尊重。晚年生活是一場回歸自我嘅修行，你一時都在為家庭、為子女、為手足活着家陣，是時候放開手，為自己好好活一次啦。去喝一杯淡淡嘅清茶，去看看大自然嘅雲捲雲舒，學會適當嘅自私，把自己健康、快樂與清靜放在第一位。當你有自己嘅小天地，有自己嘅生活樂趣時，你就是家庭最好嘅風水。你嘅自重自愛與明朗，才是你留給子孫後代最頂級、最深厚嘅福報。辛苦了一世嘅老人家，放下執念，放開手。如果你的兄弟姊妹還在世，今晚試着在微信或電話裏發送一句簡單嘅問候，要等那條唯一嘅血脈紐帶徹底斷裂，才去後悔，放下20年前嘅恩怨。今晚關上房門，安安靜靜、安安穩穩咁睡一覺，守住你晚年嘅清靜，你嘅晚年生活一定會越過越順心。感謝大家在耳邊相伴，越聽越順心。我哋下期再見。